陈芊芊，你又逼他弹琴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？离裴思娟远点！芊芊，三公主不是去会知音了吗？怎么，弹琴废胳膊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？你这是脱臼了，需要把关节复位。一会儿我发力的时候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疼？疼？大郡主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我们三公主从小习武，7岁从马背上掉下，10岁从房顶上摔下，双腿摔断了都不止一的哼都没哼的一声，这小小的脱臼就还疼？我没忘。嗨，大郡主别怕啊，你就放心大胆的跟我们三公主接回去啊，多疼都没事啊。子睿，你可真了解我，真行，真行。哎呦，那我要用力了。等一下，要不然你们说点什么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？虽然我胖，但是我也怕疼。你干什么啊？我让他们都出去了。哎，能行吗你？我是你夫君，你信不过我。哦，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那日你我初见，三公主一袭红衣，英姿飒爽。纵然马匹失控，险些坠马，哦，也处变不惊，化险为夷。三公主临危不惧的模样，令韩某一见倾心，立誓此生非三公主不可。我也知道，三公主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亦是如此。哼，你这个恨也太敷衍了吧！谁说我敷衍了？好了。这就好了。所以，韩少君刚刚说的那些话，只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，才说的那些鬼话。既然这么怕疼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还要装作不怕疼的样子？本来就不怕啊。好像还差了一点啊，我重新调整一下。哎呀，不了，怕了。这是形势逼人，不得不。毕竟我是三公主，那子睿说不怕，那就不怕吧。多事。你们都进来吧。你们说这07为什么要偷袭我？那还不是因为正面打不过，从小到大跟他打了这么多场架，我哪一场输过给他？等我养好了，我就去收拾他。哼，张姐，我这还得养多久？少君复位得很好，以你的体质，当下就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当下。三公主，我现在就去请07小姐。等等。算了，我毕竟是城主的女儿，我大人有大量，怎么会跟这种小民计较呢？子睿，你还记得吗？母亲教导我人要上进，
如今少城主卓考在即，我收拾他那功夫，我不如多看2页书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凤的，